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一滴水嘅心靈交流站。無論你而家係去到邊一個人生階段，相信你總會遇到有不同嘅煩惱、人生疑惑。無論時代點樣變遷，我哋嘅前人總會留低一啲智慧俾我哋參考，再反思，然後重新出發。希望大家會覺得我嘅分享會對你有一定嘅幫助。在人生嘅旅途中，我哋每個人都帶住屬於自己嘅故事，走過高山低谷，經歷聚散離合。年齡、心境、選擇、遺憾、成長，都慢慢塑造咗今日嘅自己。當我哋回望過去，會發現原來好多感悟都係喺沉默中學翻嚟，好多堅強都係喺崩潰後練翻嚟，好多釋懷都係喺失去之後先懂得。以下呢6點係嚟自楊絳先生嘅經典語錄，正正係關於人生、關於心、關於成長嘅一啲體會，希望能夠陪你一齊重新整理內心嘅重量，揾翻屬於自己嘅步伐。一，你嘅年齡應該係你人生嘅勳章，而唔係傷感嘅理由。人生每一站都有每一站嘅風景，1歲都有1歲嘅味道。無論人哋點對你，你都要好好珍惜自己，對得住內心嗰份驕傲，喺自己嘅世界做好自己，喺別人嘅世界順其自然。2，心情唔好嘅時候，輕輕同自己講，人生就係咁啦，休息一下，唔好忘記聽日仲會有陽光。腳下嘅路，冇人可以幫你決定方向，心入面嘅傷，冇人可以幫你抹走眼淚。經歷過歲月聚散，學識咗人情冷暖，經歷過物是人非，學識咗自我療愈。3，人到中年，最好嘅日子唔係經驗，唔係繁華，而係遠離喧囂，一半清醒做好自己，一半努力包容別人。最好嘅生活狀態就係，生活可以低配，靈魂一定要高配。年齡只係符號，把生活調到自己中意嘅頻道。一地雞毛，唔需要人知，歲月正好，自在從容。4，總有一日你會明白，真正治癒你嘅，從來都唔係時間，而係你心入面嗰份釋懷同格局。只要內心唔慌亂，連世界都難以動搖你。你可以低落，可以抱怨，甚至可以崩潰，但唔可以失去自我修復嘅能力，要學識適時止損。一生好短，要好好愛自己。你應該有嘅樣子係10分沉靜，9分氣質，8分底氣，7分現實，3分樣貌，2分糊塗，1分清醒。5，好耐冇聯絡嘅人就唔使再聯絡啦。各自辛苦，各自生活，再冇交集。應該留喺過去嘅，就讓佢留喺過去。6，我從來唔後悔對任何人好，邊個知錯看人都好，邊個知被辜負都好，邊個知撞到南牆都好。因為我對你好，唔代表你有幾好。好多謝你今日嘅收聽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